Hello，大家好，我係 Lily。大家好，我係阿 Net。有一段時間冇見大家啦，唔知大家有冇掛住我哋呢？我哋就好掛住大家啦，因為咧最近奇案界咧可以話係都幾多事情發生啊。喺香港咧，咁啊呢一個張其中案咧就終於判咗一個最後嘅判決啦。喺日本咧就有一單懸案咗26年嘅 case 咧就終於破咗啦。阿 Net，你有冇留意呢兩單 case 啊？作為一個認真嘅奇案節目主持，喺我哋唔錄音嘅時間呢，其實都有緊密咁樣留意住呢啲時事嘅消息嘅。冇錯冇錯，咁呢兩單 case 呢，因為今日係我錄，係我準備嘅，咁所以其實我都係有諗過講嘅。但係呢，因為呢兩單 case 出咗之後呢，其實我見好多 channel 啊，同埋好多嘅報道都有講啦。咁畢竟我哋都係一個 podcast channel 同埋 YouTube channel。我都不免要諗下，其實即係可能作為聽眾咧，都聽咗好多啦，即係會唔會悶親佢哋咧？咁所以咧，我就會諗下可能咧要揀一啲最起碼係近排聽眾未必有聽過，或者最近未必好多人講嘅 case 咁樣，即係始終都要搏一搏流量啊嘛，係咪先？啱啊，你知啦，我不嬲都好緊張我哋嘅流量噶嘛，我要追住我哋嘅 KPI 噶嘛。得啦，知你好緊張呢個 KPI 同埋流量啦。嗱，既然你咁緊張呢個流量咧，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啦。即係我哋而家其實就雖然都唔係主持咗好耐啦，而家今集係第45集，咁啊都講咗1年有多嘅時間。咁其實有陣時，我相信你都會拗爆頭，到底講咩 case 好咧？其實你有冇諗過有一日假設啦，即係你講晒你想講嘅案，或者啲案講到七七八八啦，咁冇嘢好講啦嘅時候，你諗住點咧？呢個問題似乎個標準答案係我要成為個話題嘅製造者。睇嚟暫時我哋都唔係好缺奇案去講，所以你應該都冇點樣諗過呢個問題噶啦。咁但係咧，喺今日我講嘅呢單案咧，案件嘅主角咧就同我哋係同行嚟嘅，係呢個奇案主持人，而且仲係一個電視台嘅主持添。佢應該正正就係擔心冇案好講，佢就決定自己去製造一啲案出嚟講啦。今日我要講嘅就係巴西奇案主持自編自導殺人案。喺90年代初期嘅時候咧，巴西嘅一個電視台咧就曾經推出過一個節目叫做 Canal Livre， 中文譯名叫做自由頻道。咁內容咧就係以真實犯罪為題材。咁主持呢個節目嘅主持人咧就叫做 Warren Zucker。咁佢喺呢個節目入邊咧就會詳細咁樣咧去報導各種犯罪分子嘅謀殺案啊，同埋一啲毒販交易紛爭嘅一啲嘅報導嘅。呢個節目咧喺當時嘅巴西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嚟咧係因為呢個節目咧就揭發咗當時好多嘅一啲嘅真實犯罪啦。二嚟咧係呢個節目嘅攝影團隊咧總係能夠好快速咁樣咧去到案發現場去做報導啦。有時候咧甚至會捕捉到一啲非常之緊張刺激警匪對峙嘅畫面。節目主持人 Wallace 咧同埋佢嘅攝影師咧係非常之賣命，經常都係第一個就衝到去現場報導。咁佢哋嗰陣時咧都曾經受訪表示咧話佢哋咁樣做咧就係為咗一啲珍貴嘅畫面。咁佢哋就話啦，係真係覺得自己喺度玩命嘅。佢哋係曾經試過咧報導期間咧子彈就喺佢哋嘅身邊擦身而過。因為呢檔節目咧喺巴西真係好受歡迎啦，咁一做咧都做咗10幾年。Wallace 咧亦都成為咗巴西民眾心目中嘅英雄。去到2000年代咧，佢甚至乎咧係出任咗亞馬遜州嘅州議員。咁或者我哋都簡單介紹一下 Wallace 同埋佢呢一檔節目嘅誕生嘅原因先啦。咁 Wallace 咧佢係1958年咧出生喺呢一個巴西嘅馬魯斯貧民區嘅。呢一區咧係巴西其中一個犯罪率最高嘅城市之一。咁雖然喺咁嘅環境之下長大啦， Wallace 咧仍然都係好努力咁樣讀書，入咗大學。畢業之後咧，去到1979年咧就做咗一個警察嘅。冇幾耐之後咧，佢就結婚，仲生咗4個小朋友。本來咧看似咧係一個非常之美滿嘅未來啦，但係咧去到1987年嘅時候咧，佢咧就因為養老金詐騙嘅罪名咧係被捕入獄咗6個月。咁出獄之後咧，當然就係唔可以再繼續做警察啦。咁但係啦，喺佢做警察嘅時候咧，佢就注意到，因為呢個城市嘅犯罪率非常之高，民眾咧係非常之關注案件嘅進展同埋結果嘅。
咁所以咧喺佢出獄之後咧，佢就籌備想去做一個同犯罪有關嘅電視節目。咁籌備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終於 Channel Live 自由頻道呢個節目咧就誕生咗啦。咁因為呢個節目咧一播出之後咧就迅速爆紅，好快咧就冇人再記得佢之前嘅犯罪史啦。咁而 Wallace 嘅野心咧亦都越嚟越大。據講咧佢嘅目標咧係成為巴西嘅國家安全部部長。咁本來咧 Wallace 咧嘅事業咧都真係一帆風順嘅。咁啊之前都有講過啦，佢甚至乎係成為咗呢一個亞馬遜州嘅州議員添。咁但係呢一切咧去到2008年嘅時候咧，就因為一個毒販而發生咗變化喎。2008年嘅時候咧，警方咧就喺查一單毒品案嘅時候咧，就拉咗一個毒販叫做 Moazi Yorsh。咁原本咧，警方就以為呢一單係普通嘅毒品案啦。咁但係咧，Moazi咧佢喺調查期間咧就同警方講話，希望自己咧可以單獨被關押，因為咧佢自己樹敵太多啦。佢入去坐監嘅話咧，好可能咧會被人殺咗。咁但係咧，警方就覺得好奇怪啦，因為咧喺佢哋眼中，Moazi佢自己本人咧就係一個江湖大哥咁樣嘅人物啦。佢亦都係涉嫌咧犯咗9單嘅謀殺案嘅。咁但係咧喺警方盤問佢嘅時候咧，佢就表示自己咧只係幫人哋打工嘅啫，佢背後咧係有人主使同命令佢同埋佢嘅手下咧去犯案去殺人嘅。咁喺警方嘅一再盤問之下咧，Moazi咧就終於講出咗一個驚人嘅秘密，就係話背後指使佢殺人嘅大 boss 就係呢一個明星嘅節目主持人 Wallace 啦。Moazi就同警方講，Wallace 為咗保持佢節目嘅高收視啦，同埋維持佢自己嘅聲望，鞏固各項嘅利益等等咧，就主使佢咧係帶住佢啲靚去周圍去犯下唔同嘅謀殺案嘅。咁Moazi就表示咧，佢犯嘅呢啲案咧，全部都係事先被安排好，係有晒劇本，按住呢個節目流程走嘅一出嘅戲嚟嘅咁樣樣。咁亦都解釋到咧，點解 Wallace 同埋佢嘅攝製團隊總係能夠第一時間趕到去案發現場，有陣時甚至乎係比警察更早去到達，去影到一啲非常之驚心動魄嘅畫面嘅。咁警方收到呢個訊息之後咧，就當然第一時間咧去調查呢個 Wallace 啦。Wallace 喺聽到警方對佢嘅懷疑之後咧，第一時間當然係極力否認啦。佢就話自己咧係唔認識呢個 Moazi 嘅，就話自己係俾人誣衊嘅。不過咧，警方喺調查嘅過程中咧，就竟然發現到 Wallace 同埋 Moazi 兩個一齊係浸喺泳池邊影嘅一張合照。咁當然啦，警方就唔會因為 Wallace 同埋 Moazi 佢兩個嘅片面之詞咧嚟去作出一個結論啦。咁警方咧好快就成立咗呢個專案小組去調查。咁佢哋調查嘅時候咧，就翻睇翻呢一個 Wallace 嘅節目啦。佢哋就意外發現咧，喺好多集嘅節目入邊咧，記者咧都會喺受害者仲有呼吸嘅時候咧就去到現場，甚至乎咧係比警方更加早到達啦。咁警方咧於是咧就聯繫咗呢個 Wallace 嘅攝影師，就問佢係點樣知道事件發生，然後又可以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嘅咧？咁啊呢個攝影師咧就答呢一個嘅警方就話啦，佢咧係有一部工作用嘅電話嘅，如果有事發生嘅時候咧，就會有人聯繫佢，而佢嘅消息來源咧就係市上面嘅居民啦。只要有事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收到電話。咁同時咧，因為咧佢哋喺警局同埋醫院咧都有好多人脈，咁所以咧佢總係能夠好快咁樣得到消息咧就到現場。咁啊，警方喺呢個盤問過程入邊咧，對於一個攝影師嘅評價就係咧，一係佢就真係好識做戲呃人，一係佢就真係咩都唔知嘅。咁警方於是乎咧就繼續去睇翻阿 Wallace 以前嘅啲節目嘅片啦。咁啊睇下嘅時候咧，就發現到咧曾經有一單案咧係非常之耐人尋味嘅。咁呢單案咧就係2008年8月29號播出嘅一單焚屍案嚟嘅。咁啊當時咧呢個記者咧就去到現場啦。咁去到現場之後咧，佢咧就同呢一個鏡頭就話啦：我哋而家去到現場啦。咁現場發現到咧呢度有一具被焚毀緊嘅屍體，而且仲係冒住煙嘅，係一具男屍嚟嘅，身上咧就冇彈孔嘅，係被燒死嘅。咁喺現場嘅攝製隊咧，亦都真係拍低咗當時已經燒到變黑嘅一具焦屍嘅畫面啦，場面係非常之觸目驚心啦。咁但係啦，
奇怪嘅就係當時咧警察係仲未趕到現場啦，咁所以咧係法醫當然都係未到啦。喺咁樣嘅情況下，現場嘅攝製隊竟然可以一口斷定呢一具焦屍就係一具男性嘅焦屍，甚至乎仲知道佢身上面有冇彈孔。咁正正就係因為呢一集嘅節目，就幾乎令到警方咧肯定咧呢一單案，甚至乎係有其他嘅案件咧，都係 Wallace 咧一早就策劃好嘅。咁所以咧，警方好快咧就申請咗呢個搜查令啦，就上門去搜尋呢個 Wallace 嘅屋企。咁警方喺搜查之後咧，就發覺除咗 Wallace，佢個仔拉斐爾咧，亦都可能係牽涉其中嘅，因為咧拉斐爾同埋 Wallace 咧喺同一間房嘅。咁警方咧就喺佢兩個間房度咧搜到20萬元嘅美金啦、槍啦，同埋一啲用過嘅子彈，甚至乎咧仲有一張名單，上面係寫滿咗毒販嘅名，其中幾個咧係已經遇害嘅毒販嚟嘅。而呢幾個遇害嘅毒販咧，係甚至乎曾經出現過喺 Wallace 嘅節目入邊嘅。咁因為證據確鑿咧，警方咧就正式以教唆殺人、毒品交易、非法組織等等嘅罪名咧，就起訴 Wallace 同埋佢個仔。咁經過警方嘅調查之後咧，佢哋就相信 Wallace 喺佢自己事業發展順利之後咧，就開始組織咗一個龐大嘅販毒集團。為咗支持佢嘅生意，並且提高佢節目收視率咧，佢就開始咧僱用殺手咧去幫佢做嘢。咁而佢嘅目標咧就係佢嘅競爭對手入邊嘅成員。咁佢請翻嚟嘅殺手咧 ，Wallace 咧就會話俾佢哋聽喺咩時間同埋用咩方式去殺死佢嘅目標人物嘅。咁當殺手完成咗任務之後咧 ，Wallace 就會通知佢嘅攝製團隊去現場嗰度報道。咁一嚟咧，佢攝製團隊就可以得到第一手嘅資料兼第一手嘅鏡頭去提高佢節目嘅收視率啦。二嚟咧，佢又可以乘機剷除佢嘅競爭對手。咁啊，對佢嚟講咧，都可以話係一舉兩得啊！咁呢件事曝光之後咧，當地人咧係非常之覺得難以置信嘅，估唔到咧報導呢一啲案件嘅主持人就係呢一啲案件嘅幕後黑手。咁後來咧，巴西嘅警方咧係花咗1年嘅時間去收集證據啦。去到2009年10月嘅時候，警方咧就正式起訴 Wallace 各項嘅罪名啦，包括謀殺、販毒、恐嚇證人、非法攜帶槍支等等。咁當然 Wallace 就係被逐出咗呢一個州議會啦。但係咧 Wallace 咧一直都宣稱自己係冇罪嘅。咁正當大家都喺度等待緊案件可以進一步水落石出嘅時候咧，去到2010年7月嘅時候 ，Wallace 就因為突發心臟病咧喺監獄裏面咧就過咗身啦。咁因為當事人突然死亡啦，咁所以到底佢係咪真正嘅幕後黑手啦？如果係嘅話，佢又殺咗幾多人，同埋有幾多俾佢殺害咗嘅人曾經出現過喺佢節目等等嘅呢啲問題咧，恐怕咧就真係只有佢自己知道啦。咁不過咧，暫時警方咧就判斷咧 Wallace 咧係至少參與過5宗或者更多嘅謀殺案嘅。咁大家聽到呢度咧，可能以為事件就隨住 Wallace 嘅去世咧就告一段落啦，但其實咧係仲未嘅。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呢一個 Wallace 嘅小弟啦，可以叫做嗰個俾人拉咗嘅毒販 Muazi 啦。咁佢當然就係因為販毒啊、謀殺等等嘅罪名咧就被判入獄啦。咁但係喺監獄入邊嘅時候咧，當佢哋當時嘅競爭對手即係阿 Wallace 咧殺咗嘅某啲成員嘅嗰個集團啦，知道咗 Wallace 同埋 Muazi 佢哋所做嘅嘢之後咧，咁佢哋咧就當然係非常之憤怒啦。咁佢哋好多嘅成員就俾佢哋殺咗嘛，因為咁咧去到2017年嘅時候啦，咁呢一個競爭對手嘅集團咧就帶咗一批人咧就衝咗入去 Muazi 嘅監獄裏面，就一把火燒咗 Muazi 嘅監獄。咁最終咧 Muazi 咧就係被人喺監獄裏面咧活活燒死咗嘅。好，講完。咁我今日之所以想講呢一單案咧，就係我好想討論呢一個網絡世界而家咧非常之盛行嘅一個風氣，就係為咗流量，你可以去到幾盡。其實頭先一路聽你講嘅時候咧，令到我一路諗起一套戲啊。好耐之前睇過一套戲咧，係由詹基利做嘅，叫做 Truman Show 真人 show。喺呢套戲入邊咧，主角 Truman 咧，其實佢由一出世開始咧，就已經俾人安排咗做真人 show 嘅主角。咁佢成個人生啦，無論發生咩事咧，其實都係跟住個劇本嚟行。而
而所有嘅情節咧，個製作團隊咧都係已經一早已經寫好咗啦。睇緊呢套戲嘅觀眾咧，亦都係知道，全部嘅人入邊只有 Truman 自己咧係唔知道佢原來咧就係一個俾人拍住嘅一個主角咯。咁我覺得咧，係今日即係我哋社交媒體，其實係同我哋嘅生活根本係唔可以分開嘅工具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好多我哋年輕嘅一代，甚至其實係一啲成人或者係更加大年紀嘅人咧，都好似係將我哋自己嘅生活咧變咗一場戲咁樣啦，擺咗上網同人哋去分享。當我哋咧寫個劇本越精彩啦，喺網上同人 share 嘅世界咧越精彩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好自然咧就吸引到多啲人嘅目光，咁然之後咧佢哋即係啲 like 啊或者一啲嘅鼓勵啊，又會令到我哋咧更加想寫一個即係更加好嘅劇本，變咗咧好似我哋好多人咧都係為咗人哋嘅期望而去做自己嘅生活咯。所以有時去到好極端嘅例子咧，唔知你有冇睇過或者聽過咧？網上面有啲人竟然係為咗人哋嘅 like 咧，可以係去做啲好核突嘅事啊，或者係食啲好奇怪嘅菜式等等咁樣咯。莫講話做啲好核突嘅嘢，食啲好奇怪嘅嘢啊！近呢幾年都真係有好多人係為咗流量，係為咗 like 數，係去做一啲危害到自己生命，甚至乎真係付出咗自己生命嘅行為啦。有陣時有啲行為咧，可能係一啲心智未成熟嘅小朋友啊，或者後生仔咧，就會唔知道嗰件事有可能會帶嚟一個咁嚴重嘅後果，可能佢哋嗰下真係純粹為咗想條片多啲人 like，多啲人睇到，就真係諗都冇諗過後果就去做咯。之前先至有一單係外國嘅，咁佢就去做好似係一個 challenge 嚟嘅，咁去撳人哋屋企嘅門鐘啦，咁點知嗰個戶主屋企咧就係有槍嘅，咁最後嗰個小朋友就即係因為亂撳門鐘就被當成係想入屋行劫嘅賊咁樣，就俾人開槍射殺咗咁樣樣。我知道其實而家呢個年代都係搏流量嘅年代嚟嘅，但係其實我自己本人咧係對於為咗流量而不擇手段、不惜一切嘅呢一個價值觀咧係非常之有保留嘅。其實如果有留意開我哋 IG 嘅朋友仔，應該都發現咗我自己嘅 personal 嘅 IG 嘅，咁可能都知知地我係唱歌咁樣樣啦。咁其實我以前咧細個啲嘅時候咧，咁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叫做又係為咗上 IG 有多啲嘅流量咁樣樣啦，咁就即係叫做有啲 project 咁樣樣，咁就唔係我自己 initiate 嘅，咁就係即係公司咁樣樣 initiate 噶啦。我記得嗰陣時咧，佢哋咧就係話而家咧就係要博引到人哋眼球嘅，喺條街度要做一啲快閃嘅行為咁樣樣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咧，咁佢就要求我哋攞住一個小露寶，即係類似人哋 busking 用嗰啲擴音喇叭啦。佢就叫我哋攞住個小露寶喺地鐵入邊開着佢唱歌。可能我個人比較 I 啦，我係一啲都唔享受去做咁樣樣嘅事情嘅，我覺得係好尷尬嘅。而且其實咧喺地鐵度開喇叭唱歌咧，其實係要罰錢嘅。對於呢一種為咗流量，我係比較抗拒嘅。你自己覺得有冇問題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人大咗個心態其實會唔同咗嘅。即係你講呢個情節咧，就我覺得類似就係我哋以前讀大學嘅時候玩嗰啲 O-Cam 啊，咪好興咧，一路玩嘅時候一路要做啲任務，去到唔同嘅公眾地方，可能做啲好嘩眾取寵嘅嘢。我自己咧而家諗翻咧，會覺得呢個行為咧好白痴啊！我諗我10零歲嘅時候做咧係冇呢個感覺嘅，因為咧嗰陣時會覺得哇，全世界人望住我好威喎，我會諗翻當時係應該會有少少咁樣咯，因為覺得成為全場嘅焦點，咪做緊一啲人哋唔夠膽做嘅嘢咯。你咁講我都認同嘅，的確年輕啲嘅時候咧，我諗當大家仍然想成為世人嘅焦點嘅時候咧，都可能真係唔介意，甚至乎幾享受呢一啲人哋望住自己嘅 moment 嘅，甚至乎有陣時可能係懷住一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嘅自我感覺良好嘅勇氣啦，可以話係，即係攞翻我頭先講話地鐵地鐵車廂入邊開嚟唱歌嘅嗰件事咁樣樣啦。
即係其實當時咧係大家好明確地知道。嗰件事係唔做得，只要一離遠見到有 secure 有港鐵職員埋嚟，我哋就要即刻拎住個小露寶就走咁樣。即係其實你係明知嗰樣嘢唔做得㗎，但我諗大家當時做嘅時候個心態都係會淨係諗住你心目中你想得到嘅嗰份效果而去做，冇諗咁多咯。我諗呢個世代嗰種想得到關注、想得到流量嘅心態，我諗都類似係咁樣嘅，我覺得。所以咧，我見到而家即係可能年青人啦，要做一啲嘢去博人哋眼球嘅時候咧，我其實雖然唔係話特別好中意啦，但係我都會覺得其實係明白佢哋點解會咁樣做，因為佢哋由細到大即係成長嘅時候就已經係接觸好多社交媒體，即係佢哋係好需要得到人哋嘅目光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係一代人嘅文化咯。我諗翻我即係可能我10零歲嘅時候都會係咁樣做，所以我就有啲都明白佢哋點解會咁樣做咯。最近咧睇咗一個 YouTube channel 去分享一本書啊，叫做《失控的焦慮世代》。我聽完個分享之後咧，其實係對呢個現象係更加有共鳴嘅。喺我未攞辭搞呢個 channel 之前咧，其實我嘅工作咧係要接觸好多青少年，我成日望住佢哋咧呢一代有啲同我成長嘅時候好唔同嘅習慣咧，我有時會覺得好猛。但係咧，我又好同情佢哋，因為咧佢哋就係好需要人哋去關注，好需要呢一份人哋對佢嘅 like 啊，或者係 comment 啊，去令到佢哋得到一啲心靈嘅滿足啊。就好似套翻落去你而家講呢個 case 咧，主持人 Wallace 點解要即係買兇去殺人，等自己可以有啲話題可以講到咧？因為佢可以得到啲實際嘅利益啊嘛。咁啲小朋友將自己嘅經歷放上網，都係想即係獲得一啲利益。不過呢啲利益就係一個無形嘅利益咯。但係對於 Wallace 嚟講，呢一啲就係可能一啲金錢嘅回報，就係一啲有形嘅利益咯。但係其實大家嘅目的都係一樣。係咯，你睇下，其實連大人都會因為想得到持續嘅關注、持續嘅一個熱度，而去製造一啲話題，甚至要不惜犯法咁樣嘅時候，咁小朋友心智未成熟嘅時候，都真係好難怪佢哋會有嗰份焦慮，同埋為咗 like 為咗流量，就係不惜一切。佢哋嘅 IG account 上面嘅 followers 啊，或者佢嘅 like 數，其實係代表住佢嘅人生啊。佢嘅人生即係未好似大人咁樣出嚟做嘢揾錢啊，大部分時間都喺學校同同學之間嘅一啲成績上嘅競爭咧，有形嘅競爭啦，有形嘅利益就係分數啊等等啦，無形嘅好似你咁講，其實就係網上世界嘅關注度咯。咁呢啲其實就係佢哋嘅一切。其實頭先你講嗰個 YouTuber 嘅節目，我都有睇佢呢一集講呢一本書。咁入邊嘅作者都有提咗幾個 so call 解決方法啦。其實主要都係話喺幾多歲之前唔好俾啲小朋友接觸社交媒體，幾多歲之前唔好接觸電話。嗱，我個人其實即係我同個 YouTuber 嘅睇法都差唔多，就係有啲太過於不切實際啊，冇可能。其實呢個世代基本上冇可能要佢哋唔接觸電話或者啲 3C 產品啊。咁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我覺得係我哋要教識佢哋點樣去看待社交媒體，點樣去看待而家嘅科技，甚至乎係追流量等等呢啲嘢啦。即係好似我哋大人咁樣，有陣時我哋為咗自己嘅工作啊，甚至乎好似我哋而家 podcast 咁樣，即係有陣時都真係少不免要諗下，中意聽我哋嘅聽眾朋友會想聽啲乜嘢，而去諗下我哋要跟而家時下比較 hit 嘅一啲 case 去講啊，定係講一啲自己中意嘅 case 咧？咁其實我哋自己都要諗嘅時候，咁我哋要教下一代，教我哋啲小朋友去看待流量呢樣嘢，我覺得係重要嘅。即係咪真係需要為咗稍為多啲 followers，稍為多啲 like 去做一啲你自己唔真心中意做嘅嘢咧？就好似我當時咁樣，我根本一啲都唔想喺個地鐵車廂度無啦啦開個喇叭出嚟唱歌咁樣。係咪真係為咗所謂你根本都唔知，仲要係咪真係可以多到啲 followers 啦？我想講事後證實係唔 work 嘅。OK，大家可以唔需要做呢樣嘢。我覺得隨心咯。而家如果你問我嘅話，我覺得
你真係想做嗰樣嘢，而你係有能力做到做得好嘅，做到比人哋好嘅，自然會有人欣賞咯。即係喺我哋呢個 channel，我覺得都反映一二啊！即係我哋雖然有陣時都會留意下大家嘅一啲口味嘅嘢，但係大部分嘅時候我都係講我自己想講嘅嘢。咁 so far 好似都 OK 啊！我相信我啲聽眾朋友都還中意聽嘅，起碼我見到嘅數據暫時都係 OK 嘅。我覺得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都傾向去講咧，我哋要教育我哋嘅小朋友下一代要點樣對待呢一個社交媒體。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我有時去諗翻呢件事，好多嘅家長咧都係由細到大咧，將佢嘅小朋友咧，佢嘅生活擺咗上去社交媒體去同人分享。以前咧，我上網會有時見到有啲人咧會不齒呢啲行為，即係可能會鬧嗰個父母點解要咁樣咁公眾，即係喺未得到小朋友嘅同意之前，咁樣將佢嘅生活擺晒上網。我以前唔係好明白點解咁樣係有問題，但係後來我覺得咧係咁樣無形間咧係造就咗個小朋友由細到大咧都好想去活成人哋想佢嘅樣啊！即係阿媽可能拍你片啦，話俾你聽啊，你做呢一樣嘢咧。好多哥哥姐姐會好中意㗎喎，咁而好多即係可能好多人會有一啲好正面嘅回饋，咁就話啊你好可愛啊等等咁樣一啲讚美嘅字啦，咁變咗個小朋友由細到大，我知道原來咧我只要做到人哋想我做嘅嘢，人哋就會咁樣去即係用一個咁正面嘅方式去回應我。我覺得對佢哋嘅成長咧，未必係一件好嘅事咯。所以我覺得無論係小朋友啊，定係家長咧，其實用社交媒體嘅時候咧，都係應該要小心咯。你真係講得好好啊！你講話嗰啲小朋友見到一啲好正面嘅人哋讚佢嘅 comment 嘅時候咧，調翻轉我都會諗，如果佢稍為見到一兩個係一啲比較惡意嘅留言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個心靈嘅打擊係好大嘅。冇講話小朋友，大人都會有陣時頂唔順啊，即係嗰啲所謂 haters 嘅留言啦。咁小朋友其實佢嘅思想未夠成熟，未能夠足以去判斷邊一啲人係 haters，邊一啲係真心可能俾一啲想佢改善嘅意見佢咁樣樣。一個弱小嘅心靈其實係對佢嚟講會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咯。咁如果喺咁樣嘅情況下，我相信即係頭先你講嗰本書《失控的焦慮世代》，就係而家嘅小朋友就係因為呢一啲咁嘅 comment 累積，由佢哋好細個開始一路累積到佢哋長大成人。你諗下10幾年嘅光景，佢如果將呢啲所有讚佢嘅、彈佢嘅 comment 全部都照單全收，全部都將佢係記晒喺自己嘅 memory 入邊嘅話，其實佢嗰個腦容量係真係會爆嘅，我覺得。唉，所以我真係嚟到呢度，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一句，即係雖然而家都係流量嘅世界，但係有陣時唔好去追流量，或者唔好去盲目地追流量，聽下自己嘅心入邊諗啲乜嘢，講啲乜嘢咧，我覺得係喺呢個世代好奢侈，但係一件越嚟越重要嘅事咯。即係我覺得又咁睇啦，將來嘅事咧，我哋冇辦法預計將會點樣發生。對於呢一個現象，我覺得都可以抱持一個觀望而正面嘅態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細個咧都係一個都幾中意，即係想人哋望住我嘅一個人嚟嘅。但係慢慢咧去到自己成長咗咧，開始會有變化，即係個人變到同以前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可能呢個現象第時會發展成一個即係我哋未知嘅結果，亦都唔一定嘅。所以我覺得我哋可以即係小心，但係正面咁樣去繼續觀望一下咯。建議都係 follow your heart， 即係跟住你嘅心去做你想做嘅嘢啦，冇隨波逐流啦。不過就算隨波逐流都唔緊要嘅，學阿 Nat 話齋，可能真係人會變，月會圓。小朋友如果而家係好沉迷嘅，大個可能突然間有一日悶咗，唔想玩咯，咁啊突然間變翻一個唔再追隨流量嘅人，好似我哋咁樣都未定嘅。好啦，咁啊今日嚟到呢一度啦，下集再見啦，拜拜。